沙田浸信會以一間教會多個堂所嘅模式運作。今次係介紹另外兩個堂所。首先係沙田圍堂，位於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，同學校緊密合作，藉基督教教育推動老師、學生、家長嘅結連工作。喺呢一度，我哋注重成人牧區嘅發展，結連一班對生命有追求嘅信徒，跟隨基督。我哋亦有充滿活力嘅青少年事工，同組員一齊同行，發掘恩賜。沙田圍堂設有阿灣拿兒童事工，透過遊戲同信息嘅教導，讓小朋友各方面都有健康嘅成長。同樣有設立阿灣拿事工嘅馬鞍山堂，聚會地點就分別設喺兩個地方。主日會喺烏溪沙青年新村綜合體育館，而週六就會去到青年會書院。馬鞍山堂長期同社區保持聯繫，提供一個靈活嘅聚會空間。除咗成人小組、青少年事工之外，馬鞍山堂仲有喜羊羊福音粵曲隊，等一班老友記可以用最親切嘅粵曲方式去敬拜上帝。堂所會舉辦 Water Fun Day、飛碟比賽等活動，凝聚肢體。無論你處於人生邊一個階段，都歡迎你加入沙田浸信會，讓我哋齊心侍奉主。